今仔透早呢，这华信 AE301高雄飞金门的飞行机起飞了后，发动机的整流挂规个掀开，伫遐动动害，乘客是惊甲要死。飞行机是赶紧飞转去小港机场，问题遐严重。华信航空敢若讲，因为这机械出问题，挖到断去，有安排另外一只，互乘客坐去金门。民航局初步了解是人为的问题，要求修理了后，爱回报民航局核准，才会当继续飞。若共型的飞行机赶快爱检查。日内话讲出飞机无正常，16透早7点外，华信航空这台 AE301为高雄飞金门的班机起飞了后，发动机整流挂掀开，高空风速强，严重有害，出现声音。机上乘客嘛明显感受到飞机的有害。那个会坠机的，那个很恐怖的，应该把它看成是很严重的事，很正视这件事。受惊吓的旅客有人念佛，有人提身上伫祈祷。乘客提醒了后，机长随飞航，一直到飞机转来到小港机场降落的时阵，大家才较安心落来。往后或者往侧边脱离的话，可能会伤到机身的。假使这个飞机的外形有污染或者变形的话，通常会严重影响油耗。所以说长程的话，基本上是飞不到目的地的。短程的话，继续飞的话，它这个机件脱落啊，会不会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？华信航空今日回应是机械因素，组员因为安全考量飞航，嘛安排其他航机甲机上70个乘客拢载到金门。民航局初步调查指出，维修人员甲飞机加油了后，无甲发动机整流管确实锁好造成的，会搁调查确认原因。做好可能当下会出状况的情形吧。之后想要坐飞机的话，会考虑一下。下晡去小港机场紧急飞航的飞机也搁伫现场，工作人员甲飞机微调的好亲像伫检修。民航局是要求华信检查受损躯壳，回报原厂评估。飞机修理完嘛爱回报确实同意才当放飞。工机型飞机嘛爱确认整流挂锁头检查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